各位朋友大家好，上星期咧喺美國籃球壇咧都發生咗一件咧都幾受矚目嘅花邊新聞，就係咧波特蘭拓荒者嘅教練咧比納斯，即係籃球名宿咧，同埋熱火嘅球員咧羅西亞咧就涉嫌非法賭博咧，同埋咧係撲克牌出千咧就被捕嘅。咁咧就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嘅探員咧就喺禮拜四23號咧，即係上星期啦，就宣布咧拘捕咧波特蘭拓荒者主教練比納斯 Chauncey Billups 同埋咧邁阿密熱火嘅羅西亞 Terry Rozier 咁係除咗佢哋兩個之外，仲有多人嘅，指控佢哋咧參與咧非法體育博彩啦，操控賭博市場嘅結果啦，同埋咧同黑幫進行欺詐嘅撲克賭博活動。咁咧總共咧拘捕咗咧係6人，係啦。咁咧就嗱，檢察官指出咧就係案件涉及咧紐約嘅5大犯罪集團嘅其中4個，話犀利，係啦，揭露呢一宗咧涉嫌引誘其他人咧同埋體育明星咧一齊參與操縱嘅撲克遊戲或者老千局啦，並獲利咧數百萬美元。咁有關當局指咧犯罪集團咧係利用包括可以讀取預先標記卡牌嘅特殊隱形眼鏡，哇！真係液晶體顯影眼鏡啊，係啦，以及 X 光嘅技術手段咧喺撲克台上面獲利。指控咧涉及咧31名被告啊，係啦。咁 NBA 就羅西亞同埋呢個比納斯咧被捕咧發聲明，表示兩人咧目前咧被停職，係啦，就話咧係會非常之嚴肅對待嘅。比賽嘅誠信咧仍然係 NBA 首要嘅目標。咁咧當然羅西亞嘅律師咧表示咧球員咧否認指控啦，咁樣佢就話咧阿泰利即係羅西亞咧係唔係賭徒，佢都唔怕戰鬥，佢會尋求呢件事嘅勝利嘅，係啦。咁就FBI 咧喺紐約舉行記者會解釋呢件事咧，表示咧今次案件咧係佢哋橫跨11個州，唔係淨係單單紐約嘅，係11個州咧係採取咗行動，係啦。咁就而據報道咧，已確認羅西亞嘅案件咧係涉及咧2023年2月同埋2024年3月嘅7場比賽。嗱，呢個就打假波啦。當中包括咧助理就下注咧超過20萬美元，係啦。咁咧當時咧當中包括一場咧佢效力夏洛特黃蜂嘅時候咧對新奧爾良鵜鶘嘅比賽，係啦。咁咧指咧當時咧羅西亞向朋友透露咧自己會提早傷出，咁佢朋友咧就頭先所講咧，佢朋友同埋佢助理咧下注超過20萬，即係話買個波個比賽啦。指佢咧當時咧表現咧低於預期，就喺咧比賽咧9分鐘咧就退賽，係啦。因為羅西亞都係一個有實力嘅球員，都係一個射手嚟嘅，咁咧佢就透過咁樣咧獲利數萬美金，哇！咁少錢都要做。應該 NBA 個球員年薪都好高喎。咁除咗比納斯、羅西亞之外咧，前 NBA 球員咧，Damon Jones， 哇！呢個嗰陣時都係打熱火咁樣喎，印象中係都被接受調查。佢就被指咧參與2場比賽，包括咧2023年洛杉磯湖人對密爾沃基公鹿啦。同埋咧，佢當時打湖人嘅，就2024年1月咧，湖人對奧克拉荷馬城嘅比賽啦。哇，咁都幾估唔到喎，因為咧Chauncey Billups 咧喺我心目中咧，我係覺得佢係一個好出色嘅控球後衛，係好大心臟，係關鍵先生，亦都係球場上邊嘅，即係佢打 point guard嘅指揮官，亦都佢喺 NBA 嘅成就咧相當之傑出嘅。嗱，佢唔係話最勁嗰啲人，但係咧佢係真係一個4平8穩咧，係一個大將之才嚟嘅。我識佢嗰陣時咧，佢剛剛佢就喺波士頓賽特人啦，即係新秀被選中嘅時候。當然佢最輝煌嘅時間咧就喺底特律活塞，
就喺咧2024年咧，底特即係佢率領底特律五虎咧係擊敗咧有奧尼爾啦，有 Kobe Bryant 啦、Karl Malone 啦、Gary Payton 啦等等呢啲即係升級即係應該係超級巨星嘅湖人嘅陣容，係阻止咗湖人咧係達到4連霸嘅。湖人已經連贏3屆，而佢喺當年2024年嘅總決賽咧係獲得 MVP， 即係你可見佢嘅表現幾好啊！5次入選咧全明星賽啦。NBA 年度咧第二隊係2006年，2次入選咧 NBA 第3隊，2次入選咧 NBA 最佳防守陣容嘅第2隊，係啦。咁亦都獲得咧係James Ward Kennedy 嘅公民獎，哇！即係好市民喎。NBA 嘅最佳運動精神獎即係好少犯規，好少好揦渣嘅。NBA 最佳隊友獎，哇！即係一啲好無私嘅獎，即係一啲佢係唔會話好自私啊，同隊友配合好好咁佢咧亦都係咧話佢爭啲應該入選籃球名人堂㗎咯喎，應該差唔多係啦應該籃球名人堂喎。咁咧佢亦都咧就係佢嗰件球衣咧就喺底特律嗰度咧就係即係個 retirement 個 jersey 即係嗰個退役咗佢件波衫嘅，係啦1號球衣，咁都係相當之輝煌。咁佢做教練，佢當然唔係話特別好勁啦。咁但係咧，佢喺波特蘭咧都難得喎。21到25年咧，佢都打咗即係教咗成4屆喎。個表現雖然唔係好突出，但係佢都係好穩定嘅嗰個水平都係。咁所以一個咁出色，而家仲係做緊嘢揾緊錢。你話佢即係少年即係揾到大錢嘅，退咗休之後理財不善都比皆是，好似柏賓嗰啲都係，或者有啲 NBA 球員而家甚至係喺個破產邊緣嘅。佢而家仲做緊嘢，應該教練嗰個薪金都相當之唔錯佢亦都冇乜咩緋聞嗰啲咁樣嘅嘢。點解佢會被捲入呢單咁樣嘅做假波欺詐啲撲克牌嗰啲咁樣嘅醜聞入邊咧？我自己睇到咧都係有啲難以相信。咁希望真係呢件事佢係無辜啦，因為佢都係一個我覺得係我好欣賞嘅 point guard，甚至係我覺得其中一個最好嘅 point guard，係啦。雖然佢係比較低調，但係佢嗰個防守啦，佢嗰個傳波啦、視野啦，甚至關鍵時候嘅3分啦，都係咧令人好深刻印象嘅。咁希望呢件事真係盡快水落石出啦。當然，如果佢真係有咁樣做嘅，或者相關嘅球員 Rose 嗰啲係真係咁做嘅，都係要受到法律嘅制裁啦。咁但係如果冇嘅，希望咧盡快還佢一個清白。好啦，今日呢個 NBA 呢個花邊新聞一個快訊咧，就同大家講到嚟呢度係啦。咁我哋有一啲最新特別嘅新聞咧，關於 NBA 咧都會再同大家分享嘅。多謝大家收聽，請大家 subscribe、share、comment、like，thank you。我係 Jason。